受到大家关心，发生在新北中和震惊社会的家庭命案，一名66岁张姓男子因长期与34岁张姓媳妇感情不睦，近期只是因为媳妇搬新家又爆发口角，公公居然是在27号持水果刀朝对方颈部砍刺。新北地检署依杀人毁损尸体罪嫌向法院申请羁押公公，而新北地院也已经裁准。消息传出，令死者10年好友相当不舍，并接受媒体采访，为他打抱不平。带您听一段稍早访问。像是言语上面就是会说，像如果我的朋友因为工作晚回家，或是说他想要争取一边跟朋友相处的机会，然后请公婆那边带小孩，那公公那边就会说，你是不是在外面有男人，所以你才要一直跑出去，所以你才那么晚回家，就是因为在外面有男人。好，可以听到死者好友怒控，明明是他先生长期待在台中，还疑似有第三者，独自在新北兼2份工照顾孩子的死者，却长期被公婆言语霸凌，更没想到因为一场家庭冲突，最终演变成无法挽回的人伦悲剧。